香港嘅老闆如果咁樣做小紅書，不如唔好做啦。以下3點，大家睇下自己有冇咁樣做過。第一點，自以為是，見到小紅書好火爆，就馬上吩咐幾個員工一齊討論開設小紅書賬號嚟做推廣，以為自己好專業，簡單諗下就開始做。但事實上搞好小紅書嘅門檻都幾高㗎，唔係專業嘅人士去運營嘅話呢，唔單止浪費時間，仲好難有成效。最後投入咗成本，但係都冇效果。第二點，低價中標，揾代運營公司嗰陣時咧，四圍咁樣去比價，就係記住要揾最平嘅服務商去試水，但係就係忽略咗服務內容同埋團隊嘅專業資質，結果錢就使咗啦，但係1分收穫都冇。第三點，急於求成，嗰個賬號搞咗一段時間，覺得冇達到自己嘅理想效果咧，又唔願意加大投入，直接就放棄咗。做個賬號啊，唔係1日2日就搞得成㗎。如果諗住1、2個月就可以將個號搞起身，流量又搞起身，咁不如唔好考慮做啦。做小紅書咧係要一步一步咁嚟嘅，經歷種草、拔草呢啲階段，一步一步咁樣去建立。如果可以嘅話，都建議大家揾專業嘅團隊提供諮詢同埋幫助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低，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